后来，这个50岁到64岁族群暂时未使的注公费流感的预防射，引发到民众的不满，痛骂政府甲因放杀咯。卫生部长陈时中道歉歹势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对社会大众来回失礼，承认讲这个疫苗有影是分配了无好势。紫色号码牌100号以内还有没有没打掉的？卫生局的人员发觉强要收声，台北政府理公费流感疫苗开始做的第3天，340支已经用掉2/3，不过要有人做袂到。今天一大早要来排啊，结果他看他才公告抛弃50岁到64岁的人，这群人卡在那地方。疫苗注伤紧，限制50岁到64岁，敢若有慢性病的人才会使来注射。这2天有没有不舒服？不过社区现场敢若看身份证真歹认定是毋是有慢性病，只好请这的人全部拢去病院。后来到北医，他说所有的公费疫苗，65岁以上的都没有了。20-30个打电话来，有些人是比较生气，或者是有一点，但是我都是充分跟他解释，让50到65岁的民众一时困扰，这一点确实我们在做的法上比较没有做到，实在很对不起。民众就惊12月搁开门，互因注射的时阵，嘛已经无公费疫苗会使注啊。